台灣咧做防台，中國刷趁這個機會無東無西。中國海事部門以防台挖金做理由，宣布要佇咧台海實施交通管制。咱的海巡署強調中國無權利安尼做。陸委會嘛批評中國違反國際規範。也有專家是表示講，這是中國想要把台海變作是內海的一種策略。呼叫中國海警14662，你們未經許可進入我國水域，已違反國際法規定，請立即轉向，盡速離開我國水域。海巡公布，距離中國海警船初5才發生4隻中國海警船挖進金門限制水域，咱海巡南挺到場並航管控強制距離。暗過有新手法，防台北海底接近錯接做中國海事部門的借口，這搭單方面宣布對台灣海峽南口上保存者交通管制。咱海巡署嚴正反駁，強調中方無權在台海交管。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國際規範，領海範圍外通通適用國際法的公海航行自由原則。中國沒有任何權利對這片水域實施管制。對於中國假借台風之名行假造管轄權之實的認知作戰，海巡署予以最嚴厲的譴責。陸委會會議強調，中共無權對咱海峽進行任何管制管轄，中共無理粗魯聲明是對國際規範的無知甲糟蹋。專家分析，這是中方為利用海警執法巡查做理由，頻繁越界從咱的周邊海峽了後，另外一種想要將台灣海峽內海化的策略。軍艦的這個襲擾之外，一般所謂的戰備警巡，目的都是實施所謂的內海化的一個動作，在國際上爭取一些相關的聲量。那我們自己更要朝着國際化的方式去做突破。專家認為，美國在台協會正式公開美國海岸防衛隊甲台灣海巡署海上編隊航行的畫面，釋出美方對台灣海洋安全甲國際參與的實際支持信號，呼籲政府繼續佇國際爭取支持這樣強化，反制中方想要模糊台灣主權的行為。記者綜合報道。